悲劇可以喺幾秒內發生。不過喺呢度就唔會，因為佢識得游泳求生。游泳求生計劃係由拯溺協會創立。拯溺協會係一間全國性非牟利嘅機構，致力於預防遇溺同埋水上嘅意外。協會嘅游泳求生計劃教我哋3個基本技能，喺意外跌咗落深水而能夠生存。第一個游泳求生技巧就係翻滾入深水。失足跌入水係會令人迷失方向同埋威脅到正常嘅呼吸。但係呢個翻滾落水嘅技能夠教到小朋友喺失足跌入水嘅時候，點樣可以將自己浮喺水面。首先，教練教學員喺泳池邊屈膝，雙腳掂住池邊，佢哋用雙手放喺頭後邊，跟住將下巴掂住心口，同時手踭靠近身體，然後深呼吸。小朋友從游泳池旁邊翻滾入水裏面，當佢哋浮上水面，小朋友就抬起個頭吸一啖氣，翻到池邊。第二個基本求生技巧就係踩水1分鐘。踩水能夠令到小朋友幫助佢哋浮喺水面，當佢哋可以呼吸嘅時候，就能夠保護氣管，然後有時間去評估形勢，而決定下一步應該點做。最初，學員喺到心口嘅水練習，手同手臂喺水入邊來來回回掃嚟掃去，跟住佢哋用手同腳進入深水嘅地方。第3個基本求生技巧就係要安全游到50米。游泳教練會叫小朋友進入到腰部嘅水，將身體打平浮喺水面，可以仰臥或者背向天，頭可以喺水面或者出面，隨佢哋最舒服嘅感覺。小朋友可以用佢哋中意嘅方法，任何姿勢同踢水動作都得。呢個唔係風格，呢個係講可以達到嘅距離。一旦小朋友能夠掌握3個求生技能，佢哋會將呢啲技能順序使用，就好似喺實際時可能需要用到一樣。綜合呢3種技能，可以幫到兒童喺意外跌咗落水嘅時候都能夠生存。重要嘅第一步就係可以喺水上得到安全。所有小朋友應該學識游泳。拯溺協會大力鼓勵所有家長安排佢哋嘅仔女參加游泳班。假如每一個兒童識得游泳，或者最低限度學習游泳求生，遇溺嘅數字可以大大降低。有關游泳求生詳情，請向你本區嘅游泳池查詢，或瀏覽 lifesavingsociety.com。